年底到啊，要安怎省钱会当为食来做起？高雄市南仔坑有业者推出有够澎湃100块的便当，消费者讲啊，这个鸡肉呢有够济，甜，看无白饭。另外伫德民路嘛有一款呢真好心一个餐馆，讲便当只要60块，只有4项菜，10点一个开始做生意，就真人排咧买。加昌路的巷仔底嘛有一个便当，只要80块。 自家路脆脆嘅肉地配营养的配菜，无真正看，佫无发现讲下面佫有甜满满的白饭。外面我自己大概估算的话，差不多170、180，没有想到可以看到这么便宜，才100块这样子。食饭时间，每少民众拢上港走来，这样澎湃的便当，敢若100块。我是希望说客人都能够吃得饱。我们是放8两哦，所以是半斤300克左右。这间店伫高雄的南仔溪，招牌的白鸟鸡肉的便当。 便当主菜价，最近互人抓准鸡肉是鸡点的。另外，伫德民路这边，业者就亲像阿嬷安尼行里摇着，配菜将便当鸭肉饲甲满，主菜放落，规个便当鸭肉甜甲砍袂起来。无贵啦，真俗的。正经外给我真那给鸡节我公粮嘛还好呢。我每次回来这边，我一定会来排队。没有涨过价。 到目前为止，我所知道的，他在服务社会，他不是为了赚钱。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。上的便当嘛才55块，上贵的鸡腿、煎3百加控肉嘛干那60块。无论是倒一种，拢有4项配菜。加昌路巷仔这边135档鱼肉便当店，所有的便当拢干那80块。平常心啊，自己店啊，自己老板自己开自己用啊，把分的回馈给客户这样子。各种澎湃便当在里境，民众开少钱就会当吃饱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